去到第3日嘅行程。朝頭早，我哋同師傅傾完偈之後呢，我哋就去餐廳出發。呢間呢係一間台式嘅火鍋店，喺2個月之前認識佢哋嘅老闆嘅。而我相信呢，阿贊叔師傅喺泰國呢應該係未嘗試過火鍋呢一款食物嘅，所以呢，今次第3日嘅午餐呢，我亦都安排咗師傅喺呢一間餐廳裏邊呢進餐，而亦都係由佢嘅徒弟呢供養佢嘅午餐俾佢嘅，都俾師傅體驗咗喺香港打邊爐嘅呢一種感覺。用餐完畢之後呢，我就帶師傅翻咗去我喺旺角12樓嘅公司。之前呢，我記得大概喺5月份嘅時候呢，我應承過客人出咗自身牌，如果下一次阿贊叔嚟到香港的話，我會嗌晒呢一啲人嚟，跟住之後請師傅向佢哋嘅自身牌上邊寫符嘅。咁當然大家都滿願，而且呢亦都好開心嘅。喺呢度呢，我想再一次同大家講，每一個當日嚟到嘅人呢，其實佢哋都會舉起一個盤，跟住之後攞俾阿贊叔師傅。其實呢個盤上邊嘅嘢有拜屎、有黑香，亦都有蓮花。係代表住信眾要請祖師做嘢嘅一個禮儀儀式嚟嘅，包括今日大家去到屈普泰實韻嘅寺廟都好，如果你哋去見師傅之前，其實你哋都係要先做呢一個動作嘅。喺舉起個盤嘅時候，記得誠心咁樣諗，今日呢，我好想請阿贊叔師傅同埋祖師爺幫我，無論係寫符好，無論係許願好，無論係求願望紙都好。嚟到最後1日嘅行程，中午呢，我帶咗師傅去西貢淺上，我哋香港最出名嘅海鮮。其實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，阿贊叔師傅咧係唔食大過豬或者豬以上嘅動物嘅，所以咧其實師傅平時嘅食物咧都係以海鮮為主，而我嘅職責咧亦都叫做廚師，係負責咗阿贊叔師傅響海外嘅膳食嘅。